嚟緊係會有今年呢個風呢隻風，呢隻風叫蔣日安。蔣日安係會朝增強啦，移向呂宋一帶。向佢亦遲啲仲係熱帶風暴啊！都係熱帶風暴級別，熱帶低氣壓咁級別啊！佢出海係有稍為增強熱帶風暴，之後減弱。而 GFS 係唔同咗啊！GFS 指出嗰隻熱帶會係增強成為熱帶低氣壓，跟住仲要增強為熱帶風暴，都係熱帶風暴特別。然後佢減弱為熱帶低氣壓，就受強烈東北季候風而陰乾。呢就係喺個風啦，叫西蒙人。